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，同款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内里，要来看到这个真特别的种草鱼果子园，内底草鱼拢是用无毒种的。头家林良敬顶一代嘛咧种果子，和因某江敏霞两个人发挥创意，伫咧因兜的草鱼园头前，搁再开一间咖啡厅，用家己种的草鱼来做甜点心甲料理，像草鱼披萨，顶头摆的草鱼火烧汤酱，拢是家己控的。另外，阁有烧酒炖草鱼牛肉饭，互来交关的人拢会当感受到因的用心。草鱼较早讲是红泡，规道现满的红泡大餐，有红泡牛奶、红泡咖啡，还有红泡披萨，含即个红泡酒炖牛肉。来到林家的红泡园，就会当食到这的创意料理。有真侪消费者，当年红泡期若是一个到，就会主动上门来报道。就是酸酸甜甜的，所以口感我觉得很不错，然后小朋友也蛮喜欢的。这个红泡披萨，安尼一喙甲加落去，含甲芳酥的饼皮来斗搭这个酸蓝甜的滋味，安尼互人客学落甲会得志。伊好食的秘诀，就是拢是现挽现做的。特chế饼皮甲铺伫烘盘顶悬，再过来甲抹家己豆豆仔效的红泡酱，伫个顶悬过来放一寡家己种的娘仔树籽含打果，安尼就会当甲放入去烘咯。260度的高温甲烘12分钟，等到这个饼皮小可长大膨起来时阵，就会当出炉。再搁用9粒红泡含这个高头果，甲铺伫饼皮顶悬，上尾搁加蓝牛奶糕，安尼这个红泡披萨就做好咯。另外还佫有这个困难度真悬、真有路的料理——红泡酒炖牛肉饭。味道跟一般餐厅比起来的话，它的牛肉啊，还有饭的香味都很足够了。香味四溢哈。这个牛肉软硬适中了，非常好吃。草莓也是很新鲜。遮尔青的红泡，拢是伫这个餐厅边啊，家己红泡园现挽的。便啊，人客一个点餐过来现挽，来遮唔会当食到红泡大餐。伫个假日的时阵嘛，开放予消费者来现挽，会使讲是从细汉就伫个红泡园大汉的。不过林良敬，伊读的是电子的相关科系，毕业了后，佮一直伫木艺公司咧食头路。伫遐做10多年啊，伊的收入嘛真稳定。不过伫个8年前，伊真有效，唔甘伊的爸母年纪遐尼大，佮爱做农事咧拖磨，就决定辞职返来厝的斗三工。近几年来，草莓其实越来越难照顾了，一些可能新型的一些可能病害啊什么的，越来越多。那加上我们又是朝着有机方向，尽量去做到安全无毒，所以又更难照顾。所以其实接手这方面压力还蛮大的，希望能延续妈妈的那个精神。为着要甲老母的精神甲青影光彩起来，红泡园内底红泡拢坚持无全农药，即个采用无投毒的栽种实在真无简单，因为逐年拢会去拄撞到病虫害的考验。今年刚好我们今年就是说有一个新型的病害比较严重一点啦。那以我们可能育苗上万株来讲，可能大概死了将近70%左右啦。遮尔用心咧照顾这个幼湿湿的红泡，伊的看手詹敏霞嘛来斗做，看手甲广告公司的头路甲撕掉，含因头的做伙来做，嘛真注心加一寡新创意，甲这个厝的红泡园来打造真做复合式的咖啡厅。其实我觉得夫妻可以在一起工作是很棒的一件事情。其实现在的同学啊、朋友啊，其实他们在电子业其实都不错。说真的，那时候是蛮羡慕的啦。说当初怎么没有走电子业，一点也不会后悔，因为娶到好老婆，对，然后可以一起来打拼这个园区。翁仔某两个人相敬相挺，牵手做伙来替家己的红泡园拍拼，安尼嘛，互真侪回头客通去食到这个幸福的滋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